大家好，我係 Dr. Shan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牙齦生咗一粒小膿包，其實就已經係一個信號啦，代表住嗰隻牙齒嘅健康狀況出現咗好大嘅問題，必須要重視。大部分情況下，牙齦生膿包就代表住對應位置嘅牙齒可能已經有痛啦，甚至有更加嚴重嘅問題，絕對唔係表面睇到一粒包咁簡單。你見到嘅只係表象。其實膿包就代表牙根好可能已經發炎，好多時候係因為細菌感染咗牙髓，演變成牙根嘅周圍炎，炎症沿住牙槽嘅蔓延，令到牙槽嘅受到破壞。當炎症蔓延到牙齦底下，牙齦上面就會鼓起一個膿包。咁呢啲由牙根尖一路衝到牙齦嘅瘻管，膿包入邊嘅分泌物就會由呢個管流晒出嚟。如果你盲目咁樣用手去擠破嗰個膿包，手上面嘅細菌就會多過入邊嘅，一旦超過咗傷口，又冇及時咁消毒，就好容易引發更加嚴重嘅二次感染啦。所以出現咗呢啲情況，一定要即刻去睇牙醫，避免繼續拖落去，令到問題越嚟越嚴重。關注我，保護你嘅口腔健康。